身的，一宿水天路，一步走给一层风哦，莫啥莫西该土地呀，莫啥莫西。该土地，莫啥莫西，给土地哟。树风又调，碧塘游，水天又深。怎么可以因为一件不是我负责的逃狱案就把我解职？你还狡辩呢你啊！我这么做是精算员来当。阿平，阿平，可爹，你敢无欢喜？你也无不认同，不好意思你呢。好飞，伢已有飞，俺太条一件，俺又没烦啊。俺妈没看嘞。哇！阿平，俺转来啊！阿平，是帮忙。阿平，阿平，莫得靠，你到上紧摕来，夹去浸机，夹去啊！哦，好。
子讲，冇得讲，我家里头よろしくくれ。我去上，你心情无好，多谢你救我一命。你问我，天魂，我去上。我上，上，这里。 卡姐，桌上生活很难啊。咩唔ดี啊？桌上做乜嘢？你有用嘅冇？桌上哈？我啦，你别再讲，你嘅招很大啊，係你咁笑呢？这里哦。生意哦，来，我哋講，下面趴落嚟，哦，坐定啦。市長，来，桌上。哎呦，少年你多謝哈。袂啦，做咩？唔記得幾萬年咯。佢兩時喺日本做少年國嘅庭院，而個庭院庭院，足不快呢？你等來啊？多謝你好，甲阿伯帶等來啦。我度靠聽阿哥啊，真謝啦。多謝呢。那你讲啊，当初人小之上经过我早就是去日本啊。讲起来，小之上你救我一命。唔用神，用去讀到啊？就想講，當叫無吹行行啊，冇想到就拄到庭院，就搶起來不卡坐一下。唔可以出現，有冇講醫生啊？有之上，我看时间无早，我先来等啊。啊，你唔係搁坐一下哦？唔免啦，我先来等啊。多谢，多谢。多謝哈。我送你。你等我一下。要紧啊，唔免送。那呢，我先来走啊。我只是想讲哦，讲好了这几天，你用走去对啊？日本战败了，我住的单位，甲台湾兵拢送转来。我本来想要留伫日本找工课，哪会知影伫遐无互当作工人，所以我才有倒转来。
这互你。这是过了安多年，天公又将爱老天元健康化，爱清清楚，我想来走。爱是欢喜的。不过，又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跟照出来。腾云，干巴的哦，再会。同一次，一次比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邱小姐，房间打扫很快就好了，再等一下。没关系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妈自己种的南瓜，很有机的哦。晚上我们就一起吃饭，她今天刚好也在，我就来弄个南瓜鸡汤给你尝尝。好啊，谢谢你。那你要再等我一下哦，晚餐好了跟你说。哎，安宇，我也出去走走好了。好，打给我。好。叫你好多声，你怎么都没回我啊？妈，这数码布是谁的？这间房客阙小姐的啊，就是要帮我们打官司的那个阙律师，她叫什么名字？阙佩莹。怎么了，妈？哦，没什么。好啦，晚上留下来吃饭哦。阙小姐，不要脸的女人，阙佩莹，亏你还是个律师，你怎么会介入别人的家庭啊？董太太，我和你先生，你难道不承认你勾引别人的先生吗？你不是勾引，你只是偷。你有没有羞耻心啊？你这个贱人！我告诉你，我先生说要跟我离婚，我绝对不会签字。我已经都搜证好了，你准备上法院吧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律师要怎么替你自己辩护。
夏小姐，吃饭啊？妈妈呢？哦，她说临时有事，就先回家了啦。我们吃。喝口汤。邱小姐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没有啊，没事。吉隆市5年祖堡，亲南青道云天的西，天云轨道本卡将完成，充满爱迄千条路。哦。头家，借我问者，这有工课，会当互我做无？无咧，这无骗人诶。哦，多谢。有要注意啊！哎呀，后面下线来。哦，下晡冇得回哦。后面遐脱国中的吼。讲起粮食，莫落可有脱初中，也还没差不多要考国中的。好啦，无我讲的。哎呀，身体有较好诶，免讲伊深条路咧。唔是按条件，人有身体照顾好怎讲？还是创的。阿仔哥，来，你来啊！来，我来看卖。好，好，这两只安尼32块。好。来，你算看卖。多谢哈。哦，袂。啊，这家人啊，真麻烦你吼，帮我一提回去。好，我还摕转去厝吼。好，多谢啊。袂。阿婶，你做啥呀？你来这啦？歹势啦，我是咧看吼，你这身洋装啊。这个款式吼是今年台北小世界的呢。有影。啊，这吼阁有几落款啊，你会当看卖啊？哎呀嘛有。这洋装哦，啊，甲阮传统的迄腰线的剪裁拢无共款呢。是啊，尤其吼是胸坎的剪裁啦。这胸坎的剪裁吼一定要立体，啊，搁下梳，安尼看起来才会水搁大斑。安尼哦，我是想讲吼，要帮阮查某囝做一束洋装啦。啊，你会晓做洋装？我袂晓。我平常时吼，拢是做传统的衫啦。哦，这两款做法差真多呢。我知影，毋则想讲，敢会当对你学做洋装啊？这我袂影响你做生意啦，
啊，你要叫我做啥物活拢会当哦，会变扫啊、洗衫拢无问题哦。你若无去嫌的话吼，请你收落来。啊，这手工真油呢，做甲足水的，你绣的啊？是啦，亲像这间手工哦，我安怎做都做袂来啦。你哪会遮尔客气啦？我看吼，规条街咯，就是你做衫上熬。你真正足够讲话的呢。我这属实啦。无安尼好啦，安尼吼，我甲你油妆会拍板，啊，甲剪裁。好啊，好啊，多谢你。来看卖啊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头家，请问你搁偌久？我咧修理老练，还阁等一困后。哦。我帮你看卖。这大个所在落去，车手送去。头家，这家私会使借偌少？你啊，我咧无用，家私家找啦。哎，好啊。好，你去看卖。会使无？会使，谢谢。头家，安怎偌做？伊又毋是我的员工，安尼要怎收钱？若是我是你员工嘞，你我就是来拜托头家，互我工课。你这啊好啦，安尼算你2箍银好。好，多谢。多谢头家。哦，安尼技术袂歹，你倒学的？第工厂学的。工厂？倒来工厂？几年前去日本的时阵。无简单呢。安尼啦，我遐阁有2台吼，你要顺手甲我倒看卖。好好啊。啊，为遮算过第4台甲第5台。好。好，顺看卖啦。头家，你好。还请坐啦。你话来要学讲北京话呢？我是想请问你，这里还缺不缺老师？可以请我吗？哦，你教过北京话吗？请看一下。读过汉文，嘛去过长山，你的字写甲真水嘛，北京话嘛讲啊真好。不过，因为我从看守所退下来已经有一阵子，急着找工作，所以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个机会？歹势啦，阮遮无欠人呢。安尼交了啊？啊无安尼好无？我喺花莲车站遐吼，人咧拜托我写批啦，
我家己一个人无用袂去。你若无去嫌，无来遐甲我做大使敢好？好，多谢你，多谢。毛德考，陈宇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发生什么事吗？你该不会找到工作了？真的？那是什么样的工作？脚踏车店。脚踏车店，听起来很好啊。我本来想要找修机器的，可是都没有缺，所以只好找这个。也没关系啊，有工作就先做嘛，等到有机会再换。我就想要去空军飞机场修飞机，不然学的功夫都白费了。如果能有机会去修飞机，那就太好了。我时间差不多要去工作了。好，再会。吉安岛刘纯子结婚前到台北西门町日本人开嘅洋菜店学裁缝，真正休憩，嫁老公本来要去做统领，结果4多2年，纯子带定24年就来家乡，遇到老师，7家开洋菜店，他将老店义无反顾。嘛不简单呢。这束洋装哦，我都个穿起来，一定足水。内容我念给你听哦。阿王5年，你去屏东做兵已经3个月，阿爸母我都前去会议，10分挂念。唔知你伫军中过了好无？厝里即马等于布置啊，大家真无用。你伫军中爱听长官的话，即马早天气足寒，爱注意身体。阿母，安尼好无？真好。来，多谢。多谢。好啊，物件收收的，下班啊。好。OK， 安尼，我先来等下。来，这互你。这是月结啊。多谢头家。好好做。好。也是我也生人头一摆做洋装。虽然我对卡强的态度还很动人，不过做得看得出来卡强对我的关心。莫德克，有个什么？
50块，帮好忙啊！你看啊，冻甲神哦！我落去做洋装，以后看哦。呀哈，只用茶来做。秘书讲哦，你偏多诶。真经冻奖呢。不好意思，让你等很久了吧？不会啊，我才刚到，你不一样哎，我差点认不出来。走吧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好了，都照你的意思写。来，谢谢，太好了！俺从香港找人帮忙转寄，俺娘收到后肯定会挺高兴的。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家到了，谢谢。下个月等我领薪水再约，好吗？再会。再会。哟，按洗碗面，忙的事情啊？当今无通都无得个创过诶，去日以后心情当好呢。会啊。洗碗好食，来做家己先用作本去做。生意的太哦，无像这时间哦，忙的事情都老爷会讲。其余忙的事情无人讲。根本夜，我看到一只西拉的送去转来。谁来的？我太傻了。慢点啊！
谁来？你都说谁啦？做生意同事哦，没啦。金钱同行。讲讲啊！天魂啊！我听讲你伫遮咧食头路，我专工来甲你看啦。哦，你要啉茶无？啊，免客气啦。迄天吼，家在有你，甲阿伯带转来。袂啦，我只是拄好经过尔。啊，你对日本等啊遮久啊，无转去阿姑遐哦？我无想要搁去麻烦伊。少年人有志气，安尼真好。不过即马吼，时机歹歹啊，你逐项代志拢爱靠家己，会足辛苦袂？袂，多谢毋关心，我会好好拍拼。好啦，你无用啦，你无用。我听讲，你即马甲阮摩托裤常常出去哦。哦，阮只是好朋友，伊着亲像我的小妹同款。假使讲吼，以后若需要人斗相共，尽量开喙，吼，免客气，知无？多谢姆。好啦，好啦，你做事啦，我先来走啊。姆顺行哦。你听我讲，我真的没有想到疯婆子会来找你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嘿，你听我讲，我在办离婚呢，你不能，我正在办离婚，你不能就，嘿，你听我讲，我正在办离婚，我这样啊。快上医院！来，我去打电话，你等一下，我打电话。走。来，嘿，小姐，嘿，你怎么了？嘿，没事。护士小姐，你可以快点吗？嘿，等一下，你忍一下，医生，快点叫医生来！嘿，快干嘛？嘿。你好，两位是薛小姐的家属吗？我是薛佩莹的家属。哦，你好，恭喜你哈。那目前宝宝在肚子里面还算平安哦。那不过就是说这2天可能还是要注意有没有出血状况。那目前薛小姐可能情绪有点受到影响，那你待会可以进去陪她，哦，安慰她。那如果有什么状况再请小姐联络我，马上到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没事了啦，晚上叫我妈熬一些汤给你带来。谢谢你啊。
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离了都离，一切都离，房子车子都给你，你不要做任何动作，好吗？好吗？明天律师去找你，你在客厅等他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做任何动作，我离定了。妈，这么晚没睡啊？对。邱律师怎么样？医生说他没事啦，肚子里的小孩也没事了。她怀孕啦？我还以为她还没结婚呢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啦，反正她那个男朋友今天有去医院。难道她是未婚生子？有妈，人家的事情不要问那么多。你刚刚在偷看什么呀？哎，是谁啊？佩莹。为什么这后面写佩莹？我要去睡觉了。妈，这阙律师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所以阙律师是我姐姐，阙律师是我姐姐。我都说了我不知道嘛。不跟我说，我自己去问哦。我去睡觉。我昨吼看到恁查某囝甲一个少年家做伙散步呢，我嘛是听厝边讲的啊，讲吼迄个查甫囡仔去用劣管啦，警察定定来查伊哦。恁科长吼是讲伊足介意恁查囝，我十分渴望北某能够成全我的心意。某大哭是我唯一的查某囝，希望你会当体谅阮做人爸母的心情。台湾人蛮凶哈，跟哪件事情哪有关系啊？就
是